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农历的12月24是送神请屯的日子。民间的风俗，24这天爱甲神明送转去天庭，甲玉皇大帝报告人间的善恶。来看苗栗的玉清宫，今仔日帮庙司10外尊的神明换新衫，转去天庭过年。工作人员讲，整个过程爱非常的小心，尤其是妈祖换衫，甲查囡仔同款，爱有温书，袂当公开。工作人员将旧的神明衫甲取落来，换全新的衫甲帽啊，这个过程小心兼谨慎。他现要剪的，我帮忙给事先。刘嫂若去当着面，就要搁守过，好神明靠精神。这工作人员讲，这神的衫经过个月精心的制作，连色水甲刺绣的细节拢真讲究。像平面的就是电绣，啊，这个浮雕的就是一定要用人的手工去缝制它。农历12月24是送神的日子，庙里玉清宫伫神明回天庭进前，替庙内10几尊的神明换新衫。啊，那妈祖换衫的时，就甲女性同款，爱有温书，袂当公开。因为这外头的飞尘啊、仙火都有可能会把这个神衣弄脏，所以我们大概每隔个2、3年都会把它换个新衣服来穿，新的神衣来穿。顶摆神明换新衫到即马已经过3冬啊，庙方今年请示神明有因杯了后，由信徒缴付新衫，要神明穿新衫、戴新帽啊，回天庭过年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